大家好，我是易创三的王玉琪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理金架。那理金架呢，顾名思义就是整理金线的架子。其实，在非常多原住民的传统技艺中，都有织布这一项文化。那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苎麻。苎麻在经过采收、日晒等等之后，最重要的在织布前就是需要整理金线，也就是理金架的由来。那它是全木头制成，上面有孔洞，可以插入像这样的单柱或是 Y 字形的工具，目的就是为了整理金线。因为逻辑对于织布来说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时候的妇女们就是会在这样的理金架上面，依照她们需要的图形去缠绕，并且整理金线，然后开始织布。这就是理金架最重要的作用。